做 BTS 的包装袋改造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呢？因为这是麦当劳跟亚历山大王联名出的一个防水的纸袋包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拆封我真的非常喜欢。既然他们都有出了，那我就要直接拿麦当劳的餐盒做一个包包出来让大家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进入正题。耶，我们回来了。这边就是 BTS 的纸袋，10块鸡块餐。我们的同仁跟我讲说，这是 BTS 10周年，已经不是防弹少年喽，是防弹爷爷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材料有 BTS 的东西，还有那个跟我讲 BTS 10周年的人帮我买的 BTS 纸盒全皮。然后我们准备了一个韩国的迷你凯利的5金紫色的打火机，这个打火机好像也不是我的。然后呢，我做这个东西非常没有把握，因为第一次用麦当劳的餐盒做，但我觉得做坏的几率蛮高的。那我要先来拆10周年鸡块盒，来哦，它还有鸡块的味道，香。好鸡哦！来，我们先把皮交给我们的伙伴，还要准备这个要放在里面的海绵皮康。啊！我撕破了。阿里吧阿里。不会，挖博派。我跟你讲，麦当劳里面那几个 IP， 我最喜欢奶昔大哥，因为它是紫色的。好了，我们换好紫色的线，今天应该是最紫的一天。我现在拿出了切割垫、铁尺、刀片，先裁好了一块它的大体，然后我们要把有这种撕下来丑丑的把它切掉。来，带着各位做，一起可以来成为 BTS 欢乐包的主人。我们要在我们的合成皮上面，这是正中点，然后我要在我的10块鸡块盒，这是12.4，所以就是6.2的位置，帮它放上。挑战一个餐盒，它的极限可以到哪里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双面胶都贴完了，一个正中心的记号。好的，然后把这个对上去，贴好之后呢，我要用我的缝纫机，它应该是蛮牢固的吧？你应该不会随便下来的吧？我现在好紧张哦，因为我好怕把它车坏了，它就是纸。好了，这个边缘压好一半，然后现在再压另外一半。基本上，我个人觉得应该 OK 吧。我快要把它压完了，因为它压完之后，它就会是一个完整的包体了。好了，我们的表布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这个鸡块凯利。来，这个鸡块凯利呢，要先帮它贴一个海绵皮康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们帮它滚。好的，然后到这边呢，我们要先进入下一个阶段，帮它贴双面胶，贴。好哦，这边我们已经锁了一个头上去了，锁完之后，帮它把里面贴满双面胶。哎呀！接下来把这个要坐在里面的里皮给它贴上去。滚。好，翻到正面，把多的修掉。哇！现在这个真的是要完成表面的节奏。好咯，到这个地步之后，我就要拿出敲打型垫板，然后拿出打这个手臂需要用的。哇，敲好了，真的是有点好看。然后我要把刚刚的记号做出来。哇，这个厚度是合理的吗？我们要准备一小个车缝的动作。哦，好像有点好看耶，这里面可以装鸡块。好了，我要帮它先把这5金的螺丝卸下来，然后对着这个孔压一下，
做好这个记号之后呢，就帮它打洞。打好洞之后，就把它压回去。然后我们要把它锁上去。这么厚，锁得上去哦。我们真的很疯哎，我们在挑战鸡块盒做包包。我们以后真的是捡破烂了。The BTS Meal 其实好像蛮可爱的哈。我这边帮它压一条装饰线。Oh my god！ 有了装饰线之后，真的是不一样哎。接下来我们来做侧面喽。但侧面我就没有要贴鸡块盒了。第一个是因为这个侧面如果贴鸡块盒的话，它应该很快就被用坏了，所以侧面我就做素面紫色的皮。接下来就是贴满满。好了，这个两侧做好之后，就要帮它画上手臂要出来的位置。然后又要拿出我的垫板，好了，都打穿之后呢，要先把它上面这条线先扯起来。这块合成皮真的是很棒，因为它可以从很厚压到很薄。两侧在这边，身体在这边，好样的！问题来了，外面是纸盒，现在怎么转弯呢？看起来好像 OK， 另外一边也是我很害怕的。我好像挑战成功喽！首次用纸做包包就成功。艾伟，可以给我手臂的板子吗？感恩你。现在帮他确定好位置，我打爆你！看到没？这个小手臂。好了，要帮你装5金喽！哇，我们传说中的 BTS Meal Kelly 的主体已经完成了。我的天喂，它这个脚钉我要交给最会锁脚钉的 Sylvia， 我要来做提把。我把这剪掉啊，把这剪掉。我要捏黏土。好了，来做另外一边黏土。果然是最会弄边角的人。这个频道有订单的话，你来做好。不要，这是手脚钉。我才不要，这个绝对不能有订单。怎么办？这两边捏起来长得不一样大。毕竟是粘土嘛。对啊，大家不要怀疑，这是纸盒加粘土做的。Sylvia 想要大板片。对好这个位置，我来给它找洞要打在哪里。好，就是这里了。活状钉呢？好在这里。我已经开始暴怒了哦，早知道就不要挑战这种东西。对啊。下去呀、居然没有打进去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它打进去！我要成为防弹少年。一会更想。好了啦，进去了啦。第二次就没有这么困难了，非常好。这个上面我们要用纸帮它做个提把，纸呢？麦当劳叔叔当提把，1.5公分，帮它做提把啊。哇，这真的是太好笑了呢！哦，原谅我这一集东西做的没有很漂亮，第一次尝试用纸做包包，然后我们再搭上那个猪鼻链，哦，看起来好合理哦。哇，这一切合理到不行哎！它怎么可以是一个包包啊？是不是很好笑？这好像真的没办法背出门哎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有配猪鼻链的 BTS 麦当劳 Kelly。